行就跳，关系讲笑啊！你请问你是为牛吗？我唔是为牛啦，不过我会使带恁去冒险哦。好，请看卖就知。 遮足侪石板馆，恁有看到无？哦，啊，其中有细开，啊嘛有大开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卡搁愈大卡，上特殊的这卡，哦，啊伊捌待过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。互恁药，这卡是恁待啥的？大人的。对，答对了，大人的哦。玉铃就是挂伫头壳顶的，好，玉管。 就是挂伫暗棍啊，项链，知无？项链啊，连锁型玉冠，就是这很高。嗨，大发红豆妹，今日恁今日是来做小小考古人员。考古爱做什么代志呢？第一个呢，他们要先确定呢这个地方可以开始挖，不可以随便乱挖哦。那确认完之后呢，就要把电管大粒的石头用前后前去。 这样才可以开始挖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，挖一挖看有找到什么东西，就要做记录咯。最后我们就要回到实验室里面做研究，这就是考古人员要做的所有的工作。考古人员有非常多的工具哦。第一个，这个是铲子，你要慢慢的把土一个一个铲起来。 最后你挖到东西，你要把它上面的土清干净，就要弄这个刷子慢慢刷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挖到了。我吹掉啊！ 迄大片的平铺的石板是啥物物件？你知无？就是咱即摆的厝内的地砖，了解无？嘿，有可能因内底有客厅啦，有因的房间。因主本的所在伫倒位？哦，这是一个足好的问题哦。咱徛的所在就是因门口埕，这个所在就是因上有可能咧煮饭的所在。这就是2、3千年前的水沟啊，因为迄个时阵啊落大雨，山顶的 土水啊，拢会拼落来啊，因会用做水沟啊，甲水抾的，安尼开来土水较袂拼入去内底，拼入去室内。你有看遐一恁一恁无？遐一恁一恁的所在，迄叫贴石款。贴石款？嘿，迄是因咧创啥？你敢知？因咧保存食物的所在。简单讲，伊就是咱即摆啥？冰箱。我有一个小小的测验哦，来，恁抽一下牌啊，嘿，啊，甲变过来。 对，石推。贴石款。啊，即马麻烦恁去甲伊吹出来，好不好 ？Go。耶，我吹到贴石款伫遮。我找到了永续底家。任务完成。卑南遗址公园。我有挖到陶片。我们今天挖到了 充电器、弹珠、石头、2个陶片。我看到了冰箱，冰箱就是一个圆形的收纳。我看到伫咧玻璃头壳看的是9班关，我不会怕死关。然后我们还去看那个墙壁上面有很多那些很久以前的那些陶片啊、石头啊那些的。爸爸，爸爸，我来哦。爸爸，我要来，我还要